來繼續來看民眾黨的前發言人楊寶貞，想要參選到台中市議員。楊寶貞講，伊已經佇咧地方布局，黨若無要甲提名，伊就要脫黨來參選。兼台中市黨部主委的立委陳清良講，黨員若想要參選，第一步應該先甲地方黨部來聯絡。如果真的最後他們沒有打算在這個艱困選區來派人的話，那我還是會選擇就是獨立參選、脫黨參選到底。講會選到底，前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車閘才予前同事陳建傑點名講，會是後一個替黨人選11，伊就公開表示講，若無提名就脫黨，因為伊打算要選台中市東南區的議員，不過黨中央一直攏無回應。當然還是會希望可能等到就是正式有沒有黨的一個提名的情況之下，我再去做後續的一個安排。但目前其實都已經在地方上有在私底下的一個行動。伊講佇拍拼，不過因過捌聽楊寶貞的台中市議員江和秋嗆講伊選袂掉。11月28到今仔日剩200天了呢，你的服處在哪裡？你跟中央哪一個不熟？你為什麼不跟他們聯絡？啊是阮那有需要跟18人大叫去給你跟嗎？啊，你是誰啊？我想他可能這陣子在黨內也有受到一些壓力，我還是尊重他的說法。袂當參選就脫黨，黨部即馬總算有回應啊。黨員想願意來參與我們的選舉，第一個步驟應該是跟地方黨部來進行聯絡。其實目前並沒有主動的聯繫，但沒關係，我這一陣子會再找時間，然後跟這個市黨部來確認一下，到底黨有沒有打算在這個選區來派人。2026的選舉，民眾黨跳船的人，敢會閣加一個，這牽動地方的選情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